若收到这张小单，嘛是心肝结归圆呐。这个苗栗头份有一间家具行，才开幕1个月话，这个电费竟然要96000块，这已经是店面租金的3倍外咯。这个头家看到小单安尼头壳青烟，面啊青顺顺，赶紧邀请到台电的人员来检测。原来食电的怪兽，就是店内迄台大型的老旧的冷气。 接到6月份到8月份的电费钱的小单，家具行头家看了乌准的工气，费用是96000块，差不多是店租的3倍，赚的钱无够摕来揽。所以才1个多月而已，可是他账单的电费竟然可以9万多，将近10万块的电费，这个东西应该像人台语讲的读到饱吧。 是啊，先是讲家具行开幕较无2个月，店内上电的，就是冷气，是接顶一个厝卡的。抑过共一台冷气用电量却是旧年同期的2倍，哪会安尼？伊赶紧找台电的人员来做检查，发现讲冷气关起来了，电流敢若9.75安，抑过冷气拍开时电流走到70到73安，表示讲上电的，就是这台旧冷气爱好好整理。 如果照这种换算的话，1个小时将近要10度电。只是说这段期间，你说有装潢也有新开幕，是不是人潮比较多？可能冷气运转过程中会比较耗电。台电提醒乡亲，将冷气温度设定伫26到28度，同时这个过滤网爱较接细的，安尼较袂遐伤电。冷气若伤旧，上好换新的，也若无多省钱。过会加正伤电，这笔将近10万块的电费钱，家具行的头家都爱较久来赚的，才补会转来。